也是无影。这个高龄91岁国宝歌王文系今年中秋连续假期的时阵呢，因为肺炎入医，验无煞莫名其妙，人咧昏昏死死去，叫袂精神。厝内人要求爱验肉，发现讲有毒品的反应，就随报警啊。警方当时嘛有传这个甲照顾文系这个查甫的看护去问，要调查这个案情。啊，文系太太也就是文香，嘛有开记者会，伊承认两人结婚已经50周年啊，因翁伫鬼门关前安尼惊一回，伊激动甲流目屎。资深艺人文香讲甲流目屎，因为翁婿91岁国宝歌王文下大院验了验出毒品的反应，大麻的成分还有一粒棉的成分，我吓一跳，我说怎么有这个东西？我说啊，你们医院开的药给他吃的啊，有这些成分吗？他们医院说没有，我们不可能有开这些。叫了半个钟头也叫不醒他，然后叫老师也叫不醒。9月10日，因为肺炎大院有请看护来照顾，但刷来几工，伊一直困，拢叫袂醒，怀疑是看护问题，因此报警。这是歌王文下，伫今年7月参加公益演唱会画面，当时中气十足，唱经典的歌曲，看起来还阁真勇敢。不过即马传出的身体出问题，精神是很好，只是身体就很虚弱。哦，谢谢你们。前日表示讲，文下担心家己纪录片只有拍1/3，后续要怎拍落去，还阁有经费，拢是问题。伫鬼门关前行一回，吸毒的是啥？背后原因是啥物？警方拢会查清楚。